伯爷，怎么啦？啊？哇，不过2日，伯爷就种出这么多花来，可真厉害。 哎呀，我不会真让你帮我洗澡的，伯爷，你别害羞啊。郡主擦干了身子，便回房休息吧。还吃醋呢？哎呀，伯爷，你先把门开开，有事好商量啊。嘿，你泼我一身水，我还没给你算账呢，你先耍脾气是吧？你出不出来？ 你信不信我告诉我爹，让他好好收拾你一顿？容某知错，改日我一定会亲自向晋天公请罪。嘿你，你在里边待一辈子吧！哎呀，一想到刚才那位秦公子的胸肌，好生壮硕，让人真有安全感。不如。 问安乐姐姐，把她接过来，当我的贴身保镖好了。你敢？真没想到，我们伯爷还是个醋坛子呢。在下堂堂君子，以天下亲王为己任，岂会吃几个门客的醋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错了。画画本身不想去的，毕竟这天下男子，谁还有我们伯爷好看呀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看我一眼，我保证，就算有1000个美男子在我面前，我都不看他们的，真的。如果他们硬要我看，那我就自戳双目，保你清白。说这天下人都像画画一般嘴贫的话，这大理寺真不知该如何断了。你说这些牡丹花这么好看，这要将来凋落了可怎么办啊？得多难看呀！待你我成亲住进来，月月年年如一日，自有花满春园之时。若到了那个时候，画还能像现在这般自在就好了。伯爷，你可以在那边劈柴，我就可以在屋子里面梳妆打扮。然后伯爷要是作画的时候，我便可以在旁边给你弹琴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嫌我弹琴不好听？没有没有，我是觉得画画人想念琴瑟之音，容某甚是欣慰。那如果画画练剑和画画弹琴选一个，伯爷怎么选呀？那还是练剑吧。画画在园中舞剑，定是畅饮之极。你看你就是在嫌我弹琴不好听。哎呀，画画，你听容某说，容某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画画，是画画配不上琴。画画，容某不是这个意思，容某画画。